係嘛？再有啲嘢如果要氹嘅，大家私底下已經搞掂晒啦，係嘛？有啲稅種傾掂晒㗎啦。你話嗰啲咩利得稅、洋酒稅、酒店稅唔係傾過晒，唔係同嗰啲相關嘅人士傾咗，我真係唔信。嗰度已經鎖死咗好多個票喺度，所以唔使喺呢度傾嘅。其實財政司司長好多官員都係才俊嚟嘅，精到出汁，知道呢度係嘥時間。有啲方法，有啲地方攞兩杯酒出嚟就解決咗個問題。將來呢一啲所謂政治嘅人才咧，都係咁樣。佢哋學就學而家呢啲上述官員呢一套咁嘅管治嘅方法，係冇一個光明正大、經過考驗、有真正問責制嘅制度出嚟，養出啲乜嘢人？呢幾千萬養啲乜嘢人出嚟？咪繼續延續呢一個腐朽嘅制度，令到呢一種咁嘅人繼續可以作為一個寄生蟲，一個政治嘅寄生蟲喺度滋長。如果要令香港嘅政治制度進一步落實，點解唔係早啲喺今年或者之前，係令到香港嘅政治制度係可以活化咗佢？我哋而家講緊啲咩功能組別？主席、代主席女士，係講緊法西斯時期嗰啲嘢，1個世紀前嗰啲嘢，而家仲要揾方法合理化咗佢，哇！好緊要啊！而家一定要擴大個功能組別，又要加啲乜嘢界別啊？呢樣嗰樣界別，將一啲攞出嚟，我哋都冇面嘅嘢出嚟去再講。不過將來實有嘅，代主席女士，肯定有一個林瑞麟嘅一個副局長咧，就將佢呢一啲即係講出嚟都令我哋笑嘅嘢，繼續代佢推銷咯。頭先有同事講，我哋做將來更加少，連呢一啲咁低質素嘅官員都會更加少見，咁梗係啦。佢哋將來唔喺呢度，仲有多個道理。我個副局長喺度，我個局長助理喺度，係你立法會俾錢佢坐喺度代我做呢一啲政治遊說，坐喺度聽㗎嘛。你唔好怪我哋啊！我哋將來冇得出聲嘅，過咗呢個撥款，佢振振有詞。2008年4月23日個撥款條例入邊係同意咗，係俾我哋授權咗俾佢揾呢一班人出嚟坐喺度，就係代佢做呢一啲佢唔想做嘅嘢，嘥時間嘅嘢。即係我哋要明白，我哋而家面對嘅係乜嘢嘅政治制度？一個荒謬嘅政治制度，一個乜嘢嘅政府？一個唔需要負責任嘅政府，一啲乜嘢質素嘅官員，係一啲冇真真正正政治問責嘅官員。你問乜嘢責？你同邊個問責？你有冇同香港嘅市民問責？有冇？即係呢一啲嘅啲大話，我講多咗，即係我都講咗，一路不斷咁重複，令到香港人以為哇，呢6000萬抵啦！嗱，有啲人有。更加佢而家宣傳到有啲人幾百萬工都唔做呢樣嘢，即係好似若有所失咁樣。但係若有所失嘅係香港嘅市民，若有所失嘅係香港嘅政治制度，若有所失嘅就係我哋嘅前景。如果冇一個透明、普及而平等嘅選舉，如果我哋一日我哋嘅政府、我哋嘅特首仲係小圈子選舉選出嚟，呢一啲咁嘅所謂副局長、局長助理係唔應該拎出嚟嘅。直至有一日，所有呢一啲司局級嘅官員都係經過真真正正嘅問責，係經過選票嘅認可，連我哋嘅特首都係一人一票，係冇一啲門檻、一啲篩選嘅制度行出嚟，一個真正體現民主嘅制度，你就再攞出嚟。等我哋去同意你呢樣嘢，否則我哋今日係唔應該同意呢啲錢，不但止嘥咗，更加會香港嘅政治更加黑暗。本人謹此陳辭，多謝代主席女士。譚香文議員，代主席女士，楊森